是有一天，看到医生唔免坐船咧就好咯。天天咱家都是海岛，就无医生想要来遮。欧阳啊！好，全马！我们要台大妇产科的医生，是很厉害的医生呀。那真正要开刀，无刀无线是免开。亚里巴，是那些老大给的手。干什么？我老婆会不死！军师还缺死，将从台湾送过来。才会比父雄帮猛张有名。我是会蛇豆的人，我想要帮忙。医生啊，我头一摆我爸免坐船啊，多谢你